为着提升长辈媒体素养甲轰炸能力，中甲宽屏三管王相主催推动台南市高龄职工轰炸服务计划，鼓励65岁以上职工参与社区轰炸宣导，成为守护社区安全的关键力量。中加宽屏三管网双子星常年都在地宣导所谓的媒体识读嘛，因为现在假讯息跟诈骗非常的猖獗。那我们呢，今年度想要扩大效益，就是不要是只有我们自己的力量，而是要结合社会局资源服务中心的力量，然后结合一些在地长辈们的智慧，他们本身呢就是有在为在地服务的志工，那我们就结合他们的智慧以及他们对于在地的了解，一些人脉的力量，然后组成一个种子讲师的团队。诈骗手法不但翻新，真侪长辈定定会成为诈骗集团锁定的目标。11月4号第一天课程内容包括着社群平台甲数位素养，以及讲话技巧甲台风两大主题，协助长辈实施 LINE、FB 等社群平台的安全设定。透过实作训练，用简单的口语分享轰炸观念，和轰炸知识伫咧社区当中有效定根。我们这些长者朋友，其实他们真的都有非常新的一个思想，我觉得很棒的。就是在这个手机啊这个时代，然后也因为手机时代，然后其实讯息越来越多，然后怎么样去分辨这些讯息的真伪？真假，然后到底是上面真的，上面假。其实我觉得今天的学员，然后包含我自己，其实我们就这样互相的一些交换意见，然后也让各位知道说最新的诈骗手法是什么。透过一系列高龄职工培训课程，唔那强化媒体素养能力，建立正确的媒体使用观念，安怎分辨假消息，更爱互长辈成为轰炸先锋。但是新闻出发采访报道。